夜梦这个故事，就是讲一个流浪的少年，甲一个古籍的小学生，因两个相争要住在庙宇的阁楼上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们因为朝夕相处，发展出来的一个像父与子的故事。有没有可能没有血缘关系也可以组织一个家庭？我想象中的讨海人都是很勇敢的，因为海很危险，所以我想这个渔村的小孩应该也很勇敢，他也懂得如何一个人在流浪的时候怎么去独自生存在这个渔村里，他也有一些自己的谋生技能。阿川是一个外冷内热的囡仔，伊甲无熟识的人就歹斗阵的款，也毋过甲足熟的人就会真活泼。大庆这个角色其实真趣味，因为伊是规个修复师的团队内底算大师兄，会当讲除了因师以外，上老就伊啊。所以我家己感觉伊的个性应该是有淡薄仔较骄傲的气安尼。啊，对着这所有专业的物件，伊是较会去认真去看待。但是嘛，因为安尼，伊伫人甲人中的这个关系相处顶悬，伊就较无法留了。好打，代志就准煞，好无？我袂搁甲伊计较。我嘛袂甲你计较。塞车吧，那是一个感情戏，情绪要很满。黑叔也在旁边一直教我。黑叔哦，阮乌姐啊，阮拢叫伊师。伊私底下我上感动的是有一天，阮伫个庙内在翕一段较感情的即个戏出的时阵，明明是伊休困的时间，但是开要半点钟甲我教。其实你若一个角色，你会当安那来去做你的心理准备，就温暖的感觉。嘛是自迄届后壁的时阵，我就互感觉讲，伊真正是阮大的。夜梦这个故事，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方向感，常常是用目睭去揣到的，是用心去感受的。夜梦是台湾第一出讲到古迹修复的电影，你当看到属于咱台湾真正的故事。